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新意十足做工艺，雅开创营写作品。今日要了解一位少年查某囡仔，伊做设计嘛做工艺，伊用写这款金属制造的这个技术哦，自设计到做家己团队的这品牌，转化台湾传统产业到新形态工法，得到国际上的这个大奖。今日台湾新界文化新台湾，咱就要来请伊讲这个品牌自0到1找找传统的根，自1到100行销品牌，咱来看黄新雅的故事。一般人对写印象，大部分拢是用伫新名的制术用品。不过，即马有少年人运用写的特性，设计成各种的生活用品。一开始，阮无想要做这个纯酒器或什么啊袂。阮是个去甲迄个老师学这个传统的写的工艺。阮先做的都是盘仔，盘仔都是阮纯手工落去做，都是用老师的工的那种，老师嘿，对，老师工嘿。黄新雅原本对写的盘仔开始来做，不过要底实物的盘仔，一般人嘛是惯习用玻璃或者是灰仔，用金属做的盘仔，民众较袂接受。尤其纯手工制作成本一定高，安尼介绍伫市场嘛无竞争力，所以团队经过讨论，决定要换方向。阮伫学这个写的时阵，阮就知影说写有一个特性，就是会当互迄个酒比较好啉，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就是去想说，那怎么样做成跟饮料相关的产品。因为写的性质真稳定佮无毒，只要有保养，会当维持原本金属的色水，加上门工康真济，会当净化水质。这嘛是黄新雅会想到用写来做净化水质的产品。初开始画设计图，嘛用袂少时间，经过真侪届修改，才完成家己满意的作品。迄当阵阮都开可能1年的时间，然后去设计这个纯酒器。那我迄当阵就是设计的迄个草图啦，就是大概是有喇叭的吧，喇叭的造型。哦，对，喇叭的造型。对。每一件作品拢需要不断讨论修改，除了产品的设计图用真侪时间，实际要开始做产品，黄新雅嘛用袂少功夫，才有法度正确掌握写的温度控制。黄新雅讲，初开始真亲像咧做实验，用各种的方式甲材料落试看卖。有迄个原料，然后要融化，把它融化，然后我们会有模具。然后就是把融化吸到那个模具里面，可是它可能表面会有很多的瑕疵，因为它的纯度的关系，所以再来其实最后都是要靠就是老师傅的手工的经验去把它全部都修整到好。天气甲温度拢会影响做出来成果，灌模出来高度嘛真重要。黄新雅讲，这拢是爱经过家己的研究，才有法度了解这其中的因果。尤其写灌出来物件，表面容易无平整，出现大细孔，也佫需要手工进行修正，所以完全爱靠师傅的经验，这嘛是写艺当中真重要的功夫。过去咱讲哦，这个歹当旧写这款的这个金属，伊会当做足侪这个物件吼。今日咱就要访问新雅哦，用写制作出来这个制品啊吼，有偌尔这个无简单。咱先欢迎新雅，你好。大家好。哇，新雅，咱看桌顶遮尔侪这个物件，拢是你自这个2012年啊吼，还是讲2015年成立品牌，到啊这个制作出来这个物件吼，先甲大家哦观众朋友讲，恁这个团队啦吼，或者 Collective。这个概念到底是啥物？
阮的品牌就是伫阮也是下心的时阵，阮都开始研究啊。是啊，为虾米阮会开始？就是阮伫创业以前，拢也是台科大的设计研究所的学生。哦，台湾科技大学这个设计研究所的这个学生吼，对对就学生囡仔都有这个概念嘛。对，是阮伫2012年的时阵参加这个政府补助的计划，叫做公益新区。哦，工业新厝啦吼，新厝味这个厝味的厝啦吼，是。啊，这个计划就是这个政府补助的计划，就是互学生会当甲台湾传统的工艺师合作。由工艺师教这个学生台湾传统的工艺。是。啊，学生会当有一寡补助款，会当做一款产品出来。是。迄当阵这个部分啊吼，去学西嘛学真济，咱等下好好来了解吼。就是讲这个概念，迄当阵是自学生啊。要到这个品牌，其实这个之间有真侪困难的所在吼，安怎甲下过这个困难呢？迄当阵就是讲，这个计划就是一年的计划。是。啊，阮都做一款初期的作品出来。啊，迄当阵就是阮拢还袂想要创业。是。啊，就是一年了后，阮都无继续做落去。是。啊，迄当阵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甲我讲，伊伫台湾设计创意中心工作。是。所以伊就甲我讲，阮会当摕我的产品去报名一个伫法国上大的这个展览。哦，伫法国这个展览吼。对。啊，这个展览就是讲是一个家属加用品的展览，叫做Mason Object。是。啊，伫遐展览内底有一个台湾的单位，啊，这个单位就是台湾政府的出钱做的一个单位，啊，就要报名这个单位，你都爱伫过来通过一个顶选，啊，这顶选就是会选10个代表的厂商，代表台湾去法国展览。是。对。所以这个代表台湾去法国做展览吼，其实要拍败真济这个其他这个厂商啦吼。迄当阵，这个你感觉吼，这个拍败这上大的关键是啥物？因为迄当阵大部分的人啦，大部分的人拢无伫关注写这个工业。就是讲迄当阵哪剩阮的老师啊，伫继续伫做。万灵赛啦吼。对。所以迄当阵都写啊无被设计成就是比较现代的生活的用品。哦，迄当阵写也无互设计做这个较生活这个用品吼，所以恁看到这点，就咱甲设计落去，啊，真正伫这个部分吼，拍出恁的这个知名度啦吼，会使来讲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新的这个工具啦吼，工艺新厝啦吼，这个计划学校互恁这个资讯，恁嘛真骨力去甲参加，啊，真正得到这个品牌的这个肯定啦吼。尾啊，2012年在学生时代，2015年成立这个Collective，到呾已经2020年啊吼。你感觉这个成长啦吼，就是讲一定在找找这个资金方面啊，还是讲去找一寡要设计这个元素入去，恁嘛用真侪功夫。你感觉这点吼，倒位，互大家若是有讲要想法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公司，对这个少年辈来讲，有啥物互因这个建议无？你建议哦？是。就是讲你有当时设计师的想法啦，无必须要跟这个市场要不能有太远的距离。吼，爱甲市场做一下季节啦吼，袂当离这个生活伤远。尤其咱搁做着这设计这个产品，咱就先来看讲这个咱桌顶哦摆出侪物件。先来讲着这个啊吼，这叫做华语叫做啥物？抑菌器。抑菌器哦。对。哦，就是讲咱咧啉茶时阵，咱讲即马有这个 Brita 这个滤水器啦吼，但是咱免咱用着镲这个金属这个特性啦吼。伊讲这个毛根孔，就是华语讲的毛细孔介济，所以使吸一寡这个杂质，就是杂质拢甲吸起来吼。咱就来试看觅，就是讲一般啉水啉了，到底用着这个抑菌器吼，压制这个细菌这个。气骨啦吼，到底茶啉了会安怎？咱先啉看这个一喙
就应该是普通的茶啦吼，我先啉看卖。另外咧，咱就甲 Brita 这个滤芯甲摕掉的，即摆换坑，咱 Wool Collective 做的这个抑菌器啦吼，这细菌的这个器具，是用伊这个毛根康的这个部分啦吼，利用伊这个特性，就安尼坑落去，就安尼布铺就好啊吗？对，可以布铺遐，放到底就可以。哦，坑到底。好。哦，这个淡薄仔技术吼，哇！所以一般这要坑偌久？一般怎么说？就是说，其实水放在容器里面的时候，它除了就是放下去那一瞬间它可以杀菌以外，只要你把洗放在里面，它都可以持续的有杀菌的作用。哦，就是一直有杀菌的这个功能，对吧？咱看到咱这阵坑入边啊，真正水一般来讲，咱嘛办做这个活动也是展览啦吼，一般拢会请因来这个试啉一下。这观众朋友也是讲，这个因若去恁的这单位，若想要试啉，有的人试啉了后，因的感觉拢是啥物？这顶咱内底阮通常是互民众试啉这个高酒哦，高酒哦，所以一般这个水无。水无，啊无我来试看卖，看这个水有影是较变清甜无啦吼，咱来啉看卖。是讲安尼藏落无偌久尔，唔知有这个功能伫咧无？可能就是伊这个射的功能。你一般若是这个水吼，有咱这个水应该是算也是好的啦吼。一般若是靠有这个杂质的这个水。去过滤过啦吼，应该拢会搁较清甜啦吼。但是恁搁有一步搁较厉害，或者是这个铺痕，这个质地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即阵已经有滴这个茶米伫内底啊，伊有啥物功能？就是用迄个摄啉茶的，茶水啉起来较甘甜啦。较甘甜哦吼，所以咱即马搁请咱的神啊，甲咱示范一下吼，就是讲示范一下吼，甲这个。茶这个器具吼，甲伊放入去咱的这个茶锅内底，内底已经咱有放一寡这个茶米啊啦吼，咱甲泡互开，看这个茶是毋是真正是清芳芳甜啦吼。这个烧水差不多拢是一般，差不多几度的这个水？泡茶大概就是90度左右，90度的这个水啦吼，所以咱即马烧滚水，甲慢慢甲停落去。所以等下伊这个部分，伊就亲像这个铺粉，咱咧铺起来，这嘛是恁互伊名这个用意啦吼。对，是。所以这个茶米啊，咱讲爱有互伊春久的空间，所以恁头前有做较宽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豆豆互伊安尼碰开了后，咱讲一般咱咧试高酒啊，试茶米，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讲伫这个侪朋友去啉展览的部分，伊嘛是有去试啉这吗？有，嘛是有。比较多还是喝酒啦。哦，是。啊，那啉茶这个部分，伊拢互你啥物回馈？一般来说，茶的话就是红茶，然后清茶都还不错，就是不要有糖。哦，莫有糖。对。是，所以因为伊要用写这个特性啦吼，就是讲较清甜这个部分，吼，咱来啉看卖。还是还未泡开。要等它一下。爱等伊一下吼。所以这个部分，咱讲写有足一种功能。另外，咱等待伊这个时间时阵，咱再看其他的这个产品，这个是啥物？这是纯酒器。纯酒器啊，就是咱头拄一直讲到，互这个展览朋友一直啉到，就是这个酒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写这个部分，为什么酒搁较清甜咧？写有一个真特别的特性，就是它可以当然净化水的这个杂质嘛。净化的功能是。对啊，伊会当互这个就红酒专用啊。红酒专用的吼。对，伊会让红酒啉起来迄个醒酒的速度较紧。是，就是互伊这个酒甲这个空气接触的这个时间变较紧啊吼，所以加速互这个酒变较较好入喉这个部分啦吼。啊，另外一支咧，这个就是纯酒蒸。纯酒蒸哦，就是讲要互酒搁较安怎吗？一样就较顺口。较顺口。对。哇，所以咱
即阵因为咱9点这个时段，咱嘛袂使做啉酒，咱先来啉茶看来。即阵应该茶应该差不多好啊啦吼，咱来啉看卖，这个茶是毋是真正会变较清芳啲啦吼？好，咱小可甲倒落去，啊，你家己嘛爱停一下吼。所以安尼啉起来，咱讲一般咧啉茶时阵，茶伊本质会涩，啉了，改先较袂涩啊吼，较袂涩，较甘甜，较甘甜啦吼。所以咱看用涩这款特性，制作出遮尔啊侪这个部分的这个商品也好，器物也好啦吼。所以物就是讲 WOO，本质就是用文物的这个物啦吼，器物的物落去做这个概念，互你这个公司形成吼，自这个2015年做品牌到今嘛发展出这个部分，其实得到国际上的这个大奖啦吼。上知名的是啥物？上知名就是浪云纯酒器系列啦，然后我们是得到德国的红点设计奖，德国的这个 Red Dot，所以伫这个部分，恁嘛伫国际上拍开知名度吼。啊，其实咱讲咧做品牌进程，恁较早做的是这个器物较济啦吼。但是做器物的这个部分，其实咱讲日本做鞋的嘛真济，马来西亚做鞋的嘛真济啊。尤其日本可能是超过100年以上，但是恁伫遮嘛看到另外一个转变的空间，所以就甲因遮改做是过去较无共款器物的这个部分啦吼。对，是，有啥物部分？就是应该是说，早期的话，我们做这个最早还是做一些盘子相关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跟那个陈万能老师去学，所以还是手工艺的部分，就是占比较多。是。但后来我们觉得，因为席它有这个可以让饮料喝起来它损耗这个特性，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说，这样的产品应该是可以让它跟各种的饮料做紧密的结合。是。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从开始做饮料之后，才真正我们的品牌才拓展了知名度。对，因为像这么多国家就是都有席的传统工艺，但是其实比较少像我们真的有钻研到说这个材质它对于饮料的这种不一样的功能的面向。有影吼，所以恁注意到这个，亲像咧啉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甲因发掘出甲色会当配合的这个部分。你头拄嘛讲到一个名，咱拄要讲的这个万灵犀啦吼，伊伫鹿港做色做甲真出名，嘛是咱国内其实敢若讲差不多敢若伊一个咧做色啦吼，你嘛看到伊的这个部分有当去学师这个部分啊，咱要先来带大家看讲，咱先落去鹿港甲这个万灵犀学师这个过程，咱先做伙来看。历史上真久以前就用石来做餐具，后来嘛大量用伫咧庙宇的器具，亲像是香炉、蜡烛台、花杆仔等等。当时伫北中南各地嘛有专门拍石的家，其中佫以鹿港上济。黄先生当初嘛特别去鹿港向国宝级别石艺大师陈万灵学功夫。所以过去咱的石器对这个民间啊是很广泛的在咧使用，包括恁女孩子的嫁妆里面一定要有石器，所以迄个时阵咧做较无法方便，就是因为爱去借货商回收。我少年的时阵啊，也是爱去借货商去回收啦。国宝级的石艺工艺师陈万灵师傅，自细汉就开始跟着爸爸学石艺。过去石的原料是对旧的石回收使用，即卖原料是对国外进口，所以纯度甲品质拢提高真侪。现在阮做用甲拢纯石，因为咱有咧进口啊。即摆大家水准提高啊，拢爱袂好，所以阮即摆做的一寡东西产品拢是纯石啊，98%以上的纯石。陈万灵的后生，甚至即马连孙仔拢缀咧学石艺。不过，陈万灵严格程度嘛，和后生陈志成拄开始学的时，心内会受伤。不过，陈志成嘛讲，就是因为有严师才会出高徒。后来有接受了讲，这嘛真趣味啊，所以有产生个兴趣，才会一直才会决心甲阮爸爸安尼一直学来啊。其实家己人，我会想着讲，较早阮爸对我较歹的原因啦。伊就较要求啊，生成一寡人讲严师出高徒啦。
啊，怎样看阮爸爸伊安怎去要求囡仔。就是因为有高标准的要求，才会有高水准的作品。陈万玲伫写艺界算是一定一个师傅，嘛要用传统写艺甲生活结合的黄诗雅，决定来鹿港甲陈万玲学功夫。是陈万能老师，他有几个儿子，然后他儿子都有在传承。那后来其实我们不是直接跟陈万能老师学，因为他自己就也是很忙，所以我们其实是跟他的儿子那个他在台中帮我们开了一个课，学生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人，对。但是我们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是要做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除了基本的以外，我们还会做自己的东西。那做的话就来问老师。用一年的时间为台北去台中上课，学完了后，黄诗雅嘛无和师傅闹开，用家己设计专业功夫，替写艺做出无同款的变化。对台湾的传统的工艺啦，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因为像我们设计，其实我们要接触蛮多设计以外的其他领域，因为是跟设计结合嘛。那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些东西真简单啊，都换老师走得紧轻松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自己下去才发现说，其实老师每个动作，其实你可能都要做好几年。实际去学写艺了后，才发觉到每一个动作拢有学问，每一个功法拢爱经过真侪冬的累积，才有法度做好。看到少年人成功将写艺带入去生活中，老师傅嘛感觉真欢喜。因为咱的训练这环境是爱有更较侪人熟悉，更较侪人捌啦。啊，因这个少年因跩会认为讲，这个写能够唤起因对这个认识，啊，甚至能用以这个做出发点去发展因的事业，这是真好的啊！我嘛真欣赏因嘛是我真讲因个安尼嘛是真好啦。老师傅一生守护台湾的传统工艺，即马嘛有侪少年人用新的想法来帮衬这寡珍贵的文化资产。包含说冷缎啊、板材啊等等的，然后可能还有焊接啊，对，这些其实都是就是每一个技术其实都要好几年才有办法做得像老师傅这样子熟练这样。入门看交易地基，桌顶看花间五赛。其实这个花间五赛就是咱讲的这个色的这个制品啦吼。这嘛是这个鹿港这个万灵师讲过这个一句话，伊做这个色的这个部分已经做足久啊啦吼。啊，你嘛去甲伊学师，一亲头试去甲伊这个接触的时阵，伊真欢迎恁无？无。安怎讲？拄开始老师拢总拒绝阮啊，拢甲恁拒绝咯，安怎拒绝的？因为真侪学生去找老师啦，要学这个写的工艺。但是因为老师都真无用啊，真侪学生都是学了都离开啊，都无了都离开啊，对，都无继续做落去。亲像阮导伊安尼，问了就走，问了就走安尼，所以一开始甲恁拒绝，啊尾来安怎甲伊鼓正，甲互伊想讲啊，互恁做学生去学师者。阮都落去鹿港真侪摆啦，是，对，安尼就拍动伊的心吗？对，是，阮都带一些礼物过去啊，然后跟老师多聊一些我们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甲这个老师傅加开讲一下吼，所以你甲伊讲的这个原因是啥？阮本早是做这个设计学生囡仔，啊有兴趣这块，对，啊几啊届啊个搬手过，伊就 OK 啊。对，老师人实在是蛮好的，对，所以后来他也是觉得说我们真的想学这样子，真正有想要学啦吼。所以安尼讲起来，迄当阵咧学的时阵，因为老师已经先甲你拒绝啦，啊尾啊恁打动伊的这个心意，恁一定爱真投入入去这个产业啦吼，应该爱食真侪苦对无？当时的确是经历了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蛮多困难的部分，这个困难的是伫倒位？像其实你无看老师做这个工的真轻松啊，都每一步其实当中都要爱开真侪年，有影，去学，是，才能有办法做得这么好。是，亲像讲，
这个步数其实有8个教授啦吼。对。咱讲第一步是这个著作，啊，第二步咧， 8个的话，其实它就是很多，就是像刚刚你说的，就是灌模，然后包含说冷锻啊、板材啊等等的，然后可能还有焊接啊，对，这些其实都是就是每一个技术其实都要好几年才有办法做的像老师傅这样子熟练这样子。所以恁安咱去干那1年尔，要安怎甲这个8步数拢甲学起来？阮都一开始老师都伫台中开一个课，是，然后都一开始阮都要做一个简单的香炉啦，这个香炉都是涵盖大部分8步数。哦，所以做香炉这个部分开始，恁去学这个写这个特性，所以自家开始啦吼。对。听讲你过去你做写，因为这个伊这个200度都会扬起，你个用安尼来烫着伤。对。烫着倒位？手的这个部分啦。对。即阵这个空嘴还阁有无？没有，现在已经好了。哦，已经好啊。但是这个就是代表讲，过去咧接触这个写这个部分，其实伊嘛是有这个危险伫咧，尤其老师傅爱做可能20-30档，才会使甲这个8步数做到遮尔啊这个套牢吼。但是恁敢若开1年的这个时间，都爱讲拢甲这个功夫学起来，所以这个老师傅真正嘛无创师啦吼。而且那时候老师拒绝我们，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团队5个里面有4个都是，有3个都是女生。哦，拢是查某诶。对，然后老师就觉得说，这个工作就是对女生来说可能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他就觉得说，查某囡仔较吃力一个。对。所以迄当阵有甲恁拒绝，其实是要保护恁。对。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有跟老师说，没有，这是我们真的想要去深入了解台湾的传统的这类港诶。对，所以老师后来就 OK 了这样子。是，所以入捌了后，咱嘛头拄有讲到。这个色的这个特性，头拄仔咱会使做遮侪物件，这个色的这个特性，甲咱讲一下好无？色是一个真特别材质。是。啊，伊的迄个油的温度较低，较容易就是融化。是。啊，伊较嫩，所以伊较好加工。是。然后它有这个特性，就是伊会甲互饮料啉起来较顺口。对。这是这个色的这个特性啦吼，所以一开始老师嘛是也是讲老师傅嘛是先甲你讲这个色的这个概念，才有法度豆豆去做这个香炉，还是讲买手这这个其他这个物件吼。啊，伫这一档内底，你感觉上艰苦？除了是这个一开始的时阵，佫有啥物过程是上艰苦的无？上艰苦，当然一开始是学习。有难度，然后但是后来真的公司成立之后，其实最困难的都是习跟设计以外的事情啦，对，就是因为像我们本身就是念产品设计的，所以设计对我们来说是基本功，对，那反而是后来成立公司之后，公司的很多营运啊等等行销啊这些其他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比较困难的。这是这个成立公司了后这个困难吼，啊，但是讲。尾啊，这个老师傅看到恁公司成立啊，伊互恁的这个感想是啥物？还是讲甲恁讲啊，爱加油啦，爱倒位搁较爱加强的，有无？我觉得陈万能老师是也是蛮开放的老师，所以他其实也蛮乐见其成，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传承这类传统的工艺。对，所以其实他都每次都，因为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跟老师碰到面这样子，那老师就会还是说，我们要加油这样子。对。那像老师他或是他儿子，他们做的是比较传承这种传统的做法。是。对。那像我们就比较不一样，我们可能就是把它变成品牌或是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走完全不一样的2条路。是啦吼，所以这老师傅也是讲传予伊的这个后生是传统的这条路，但是恁做的是这个新的这个设计这条路啦吼。但是头端嘛讲到，设计这条路是无介困难的，上介困难是这个公司经营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吼，其实大家拢是遮，尤其对少年人来讲，拢也咧找找啦吼。啊，你的部分就是讲啊，这个写这个部分，我已经做足久啊，要想要甲伊继续甲伊完成吼。尤其咱头拄讲到，伫咧国际顶嘛有受到这个肯定啦吼。啊，伫这个部分，啊，另外咧，
就是讲对着这个传统的这条路，你其实做出一个新的这个无同款的这个部分。尤其咱头拄仔讲到，日本是安怎已经有做足侪这个写的部分，咱用到另外这个器物去甲这个啉的这个部分做一个结合啦吼。所以你嘛伫这个创业也是讲新创这块吼，嘛开发出侪你这个想法啦吼。但是讲拄到的困难，未来也搁足侪。你感觉这个未来这个挑战大概是啥物？未来的挑战，应该是说，我觉得就是一次一次推出新产品，然后不要离市场太远。因为其实市场那么大，我们一定要定位我们自己啦。对，就是说，当然有些认识的朋友，他们做比较艺术创作方面的，然后当然有些朋友是跟我们比较类似，说品牌跟产品。那我们都要很明白说，我们品牌的定位，像我们 Wu Collective 品牌定位是，其实它是产品都还是要有市场性、实用性，然后美感。对对，所以当你每次在推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必须要符合这些我们。回到我们最基本这些原则下去做，对，让消费者会喜欢，会想要购买这样子，对，就是甲生活袂使脱离伤远啦吼，所以才有这个啉的部分。未来还有啥物产品会使设计无？再来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就是喝啤酒的啉秘鲁的这个部分，是安那咧？这个秘鲁因为讲这个口味真济，太苦涩了。对对对，你嘛发现伊这个特性。对啊。用下啉秘鲁都是较顺口啦，较顺口啦吼。所以除了里面这个部分，因为这个甲下这个会当做特性吼，做结合啦吼。未来是秘鲁的什么部分？亲像这款的这个纯酒器嘛。就是我们到时候新的产品应该是喝啤酒杯，然后杯子里面会有洗的部分这样子。伫杯仔内底都有这个下，免搁安尼藏落去。还是要，只是说可能使用起来会更方便。对，一般啉秘鲁就是这个大的这个500 ml 这个部分吼，甲插落去，所以这个杯仔是另外个设计。对，杯仔另外一个设计。下的部分，因为咱讲这个红酒爱互伊这个空气接触这个面较济，所以伊是做这款更烈型的。那是秘鲁的部分咧。如果是秘鲁的部分，就是它会在杯底部分有一些洗的设计，这样。伫杯仔这个下底啦吼，所以爱顺着这个可能啉。这个物件吼，落去做伊这个特性的这个配合啦吼，所以你嘛伫这个部分看到一产品的无共款，所以开发出一商品的这个无共款的设计元素伫内底啦吼。咱嘛看到这个创业部分，咱讲过去你就是学设计嘛，对吧？你学设计这条路，其实是自这个台湾科技大学这个部分，搁读研究所。这个过程拢是做到工艺这个部分吗？其实我们真的在做这个 Wu Collective 这个品牌之前，是做完全跟工艺无关的。对对对，所以那个像我们在学的，其实是比较像是量产产品的设计。是。对，产品设计其实就是这样子。那会跟例如说塑胶啊，或者3C 产品可能比较有相关。对，然后我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有出去外面工作。那我的工作其实也是做3C 产品的设计，所以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的，跟科技比较有关这样。是，所以咱就要来带大家看讲，甲科技较过去较相共吼，但是即马转化做，亲像这个这个产品工艺这个呈现吼，所以咱要来看伊这个求学的过程是偌尔有这个转变的这个挑战，咱先做来看。黄生啊是台湾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研究所毕业，因为当时台湾开始流行传统工艺甲设计结合，政府嘛有侪相关的补助计划。黄生啊就是因为参加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计划，才会出现想要用写来创业的想法。这是一个政府补助的计划啦，这个计划就是。提供给学生甲国家认证的传统的工艺师对，然后为什么会知就是这个公益兴趣的这个计划，就是阮的学校都真侪学长甲学姊拢有参加过，设计师甲工艺师的合作真流行。所以就是设计学生都拢会想要去了解传统了解，对，就想去学，然后去试看卖。
参加台湾工业研究发展中心的计划，和传统工艺师甲设计系学生互相有交流的机会，嘛希望透过现代设计角度，重新发扬传统工艺。参加计划学生嘛有人选择无同的工艺，有竹子，然后我想一下哦，陶瓷、玻璃，精工。然后我印象是，好像有人是做类似像那个灯笼，就是那种生命，有时候会挂在那个上面，然后他们会要彩绘什么的。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有，但是最主流的还是竹艺。设计系学生运用家己的设计专长，甲传统工艺结合，只希望这寡珍贵的台湾文化资产唔通消失，透过设计，让大众看得到传统工艺新的面貌。传统，就是工艺文化认知，一定是有一小群人他很有感觉。那不管你做什么，只要是台湾传统工艺，他会觉得哦棒，然后愿意花比较多的钱。可是，对于一般的民众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这实在是对他来说太遥远，或者说啊，工艺现在为什么会不见，就是因为没有人需要，所以就让它不见吧。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这种想法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是透过就是好的设计，透过他用了这个好的产品以后，多了解哦，原来其实台湾传统工艺，然后我们是一个这样过来这样子，然后他才觉得啊，原来台湾有这么好的文化跟传统工艺，那他应该在他的生活里面可以多珍惜。将传统工艺融入生活中，做出实用的物品，嘛毋忘透过伊作品，让大家进一步认捌传统工艺，这嘛是黄心雅的初心。身为设计师，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东西除了我们可能自己设计师 care 的一些点以外，我们当然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做量产产品的品牌嘛，就我们当然说我们东西到达消费者手上的时候，消费者在使用或者什么，大家不用想太多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产品，这样其实就很够了。台湾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重视，希望设计甲传统工艺两边技术的交流，会当发展出更较侪变化的可能。新20族做工艺雅开创营写制品，继续咱过来请教咱的新雅啦吼。讲过去，这个其实就真爱画图啊吼，啊才行到这个设计这条路，是我爱画。我从细汉都喜欢美术，喜欢介意这个美术这个部分。对，啊，阮细汉时阵想要做漫画家。就是一世人想要画这个红仔册就对啊。对。所以应该是这个细汉的时阵课本拢是画红仔吼。对，没错。是。对，然后但后来觉得说，好像在台湾做漫画家，未来可能活得比较没那么好，这样子。对。你也烦恼到这个可能画漫画出路无好的对吧？对。对，所以后来是。纯美术跟这个比较产品设计的话，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比较适合做产品设计。对。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啦吼，所以你自这个高中咧选这个志愿的时阵，就想讲啊，我一定要来读这个工业设计这科的。对，就是那个时候是考大学的时候决定，是就念产品设计这样子。对，就是头拄仔嘛，甲咱分享过，过去这个工业设计，甲迄当阵读的是完全无共款的。迄当阵是想讲啊，这个产品我是安怎互伊这个量产，我是安怎互伊上大化，我的这个商业这个规模，但是尾也行上这条路，真正是拢无共款尔。对，没错，就是其实我们在学校学的是那种比较大量生产的一个概念下去教。那我们其实，在学了这个工艺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是完全的不太一样的两个产业。对，因为像我们老师，其实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可能做一个产品，然后他把他的18般武艺都放在那个作品里面，然后他单一个产品可能卖很贵的价钱。那我们去学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结合我们的专业，就是产品设计，稍微有点量产的概念，让更多在这个圈以外，就是在工艺这个圈以外的一般大众可以了解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跟这样的一个材质有这么好的特性，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有点
走在这个中间。对，就是我们学的量产跟老师的工艺，然后我们走在这个中间这样子。哦，就是讲行中远这条路，啊，把这个工艺这个部分捡起来，啊，过去量产这个观念嘛捡起来。对。所以安尼应该袂真贵啦吼。大概是介于我们现在产品大概都介于1000多到3000之间这样子。千外块吼，但是一般人会想讲，介贵呢，有无？有啦，还是一定会你卖什么东西，一定是会有人嫌贵啦。有人会嫌啦吼，对但是要哪去说服别人讲啊，咱这个产品就是有这个价值的。应该是说，我们的东西还是都会有这个实用性在。那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觉得贵。那但是，相对来说，一定会有，不管你卖多贵，一定会有人懂得欣赏。是，所以真正若是好的产品，都唔惊伊贵啦吼。但是这个美的这个部分吼，还是讲水这个部分，一定要甲伊放伫咱设计这个元素内底啦吼。你讲一般人对水，还是讲这个美，还是歹，还是这个部分，你感觉你的这个认捌，甲别人有啥物较无共款的所在无？应该是说美或者是什么，其实是很个人的。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在这个设计的部分，就是除了美以外，它一定要它的造型或什么，一定要结合它的实用性。不会就是单单的美就好了这样子。对。还是这个实用啦吼，就是讲甲这个生活做一寡这个技巧啦吼。所以自你看一路来，自过去想要画这个红仔册啊，做一个。一生为红仔册，但是你考量到这个出路，啊，尾也行着这个工艺设计这条路啦吼，安尼一路行起来，你感觉这个回头敢有遐多他你搁继续向前行？应该是 OK 啦，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重要就是在这个茫茫人海里面找到就是会接受我们产品的消费者。那其实我们现在做了那么多年，其实也是有蛮多人会喜欢我们家的产品。对，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算是有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在那边了。对。就是讲家己这个定位要抓好清楚啦吼。所以咱看结合这个里面这个部分，会当去做一寡甲这个饮食有相关的这个食的这个制品出来吼。头拄仔你嘛讲到林美露这个部分，会当结合伊这个食的这个元素，啊，甲改调这个美露可能较可惜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讲到这个产品吼，你咧做团队嘛爱有啦吼。即阵是家己咧做吗？我还是有那个同事的这样。对，只是人现在变比较少这样。是。对。就是讲头拄仔你嘛有讲到，这个一个团队的经营有影无简单啦吼。你即地会搁做啥物拍拼无？未来就是我们当然还是持续推出新的产品啦，对，然后就是在看说有需求，再慢慢的把团队增加回来这样子，对。团队增加嘛是有困难的呢。对，但是就是说还是得继续努力啦。是。其实爱继续拍拼这个部分也真济，就是讲过去你讲要募资的这个部分啦吼，你有印象？迄当阵募资到底是偌辛苦啊？到尾啊摕到这第一笔这个钱，这个心内这个想法，还是讲感动是啥物？募资迄时阵就是感觉讲这是个真好的管道，会当互一般的人就是愿意多开一寡时间了解阮的产品甲品牌。是。透过这类网络这类行销啦，就是讲让大家了解说席是一个要消失的台湾工艺这样子。后来都结果都证明阮的策略是成功的嘛。因为当初就是这个纯酒器它第一次曝光，它其实就是我们就是用募资的方式这样子。对。募资的这个方式吼，可以这个拍向这个知名度啦吼。但是讲大家看到你这个产品出来，会想讲这个可能有人去甲你 copy 无？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copy 的产品这样子。但是会惊无？爱去申请专利无？有啦，我们有申请专利。对。但是有申请啊？那但是我是说，其实我们也不怕 copy 啦，就是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要做出来其实有点难度的。安怎讲？因为它的手工程度虽然说你看它是量产，但它手工程度还是很高的。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跟产业的工厂的师傅，他们也是都做了很多年，他们才有办法做出我们想要的这个产品这样子。对。这嘛跟这个色的这个特性、色这个特性有关系啦吼。对。就是讲色本身这个熔点较低，但是伊的这个你爱去甲伊定型这个部分，其实嘛是有难度的吼。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的虾的那个纯度，其实是比其他的目前事实上看到的那个纯度都还要来得高。那它一个生产的困难点是它纯度更高的时候，它表面的你那个开模开出来的时候，表面的这个孔洞会更多，就它的瑕疵会更多，所以其实都是要靠师傅多年的经验去把它修复回来，这样子。对。所以是甲这个大工厂的这个师傅嘛，要沟通真济。对。有做什么功夫无？当初都阮都找真济台湾的工厂。但是因为台湾的工厂大部分都刷出去外口。是。对，因为这个是劳力密集的一个产业。对啊。对，所以阮都最后就好不容易找到有一间师傅，愿意甲阮都一步一步开发。是。这类春熙的产品，对对，所以后来就是做了很多研究跟克服，最后才有做出我们家的这个纯酒器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煮这个开模，因为这个色的这个特性，恁的纯度搁较悬，所以伊咧做的时阵，搁爱这个尾啊，这个师傅爱一个一个去甲甲这个产品用好这个完整拍好光啦这个部分拢是这个真侪年累积落来这个经验伫咧啦所以真正嘛是讲。师傅有认捌到恁这个产品的这个特性，恁甲伊做沟通，开真侪时间才有法度看到这个成果啦吼。所以头拄有讲到这个申请这个专利的部分，这个部分嘛是惊讲，这个产品那拍开的这个知名度都有人卡比，虽然讲即阵无啦吼。现在目前还没。对。但是买手应该，若是讲这个真正是好用的，大家。想要下介绍的时阵，恁可能拄到品牌，还是讲团队，还是讲公司的经营，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出现啊。有啥物解决的方式无？目前就是暂时就是我们还是持续有推新的产品。对，然后就是如果未来还是遇到需要再更大量产的话，其实因为现在的问题点都是卡在说。如果有更大的，就是更好的市场、更大的订单、更大的量的话，那我们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它自然就会变得更顺，然后成本就会降得更低，这个就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就现在还在努力的把市场拼得更大，这样子。把市场这个饼做大了哈。所以目前除了咱台湾咧卖以外，还有销去倒位？我们现在其实美国啊、日本啊，都是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店家跟我们采购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是一般这个饮料店，还是讲啉酒的这个 bar，甲恁买嘛，还是讲消费者买在伫这个通路买到？消费者可以从通路买到，然后会跟我们采购的大部分都还是那个所谓的选品店啦，对，都是一些设计品的这种店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因咧拣物件嘛是真顶真的，会去拣到恁，因互你的回馈是啥物？就是例如说，就是其实不同的国家，你要讲对消费者讲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对，像美国，对美国的话，可能美国人他对于这种传统文化什么，可能他就觉得没有那么有感觉。对对对，那美国可能就是针对它的功能说，这个还是让酒变好喝。但是如果你在台湾，其实你可以沟通很多，因为这是台湾传统的工艺这样子。对对，就是不太一样。像日本，他们也比较能理解这个工艺它的价值在哪里。对对对。所以理解这个色的这个特性，就是理解这个工艺上基本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若是安尼一路做起来，这个色应该是讲你一世人要投入的产业啦吼。对，目前应该是这样，没错。对。所以若是讲无啥物重大的话，这条路会继续走去，就是讲把这块色伊的特性发挥到上悬的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因为其实说回我们。核心的能力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念产品设计，那席这是一种工艺，那我们已经是慢慢有跨出了席的这个圈圈，就是像去年我们的，例如说我们做这个纯茶器这个玻璃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跟新竹的玻璃职人去合作，那模式其实也一样的，所以其实未来我们不排斥，就是说我们会跟更多台湾的传统工艺去合作，做新的产品出来这样子。所以用下当下过其他的这个产业吼，甲更较侪产业来做这个跨界这个合作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除了这个玻璃以外，你有什么想法会当甲下结合无？还在酝酿中，还没有对。我咧思考啦吼，就是讲下这个特性，尤其咱讲过去，伊是这个
清朝这个尾期民国初的时阵传入来这个台湾吼，但是伫这个日本战争的时阵，佫消退去，啊尾手亲像这个陈万宁老师傅安尼，甲这个写这个产业继续甲保留，但是嘛敢若伊一个，但是恁看到写有另外这个特性，运用伊伫这个生活上这个器物这个部分哦，成立这个物 collective 啦吼，来甲伊做出恁这个一个新的概念，一个产品的这个营运的这个模式出现啦吼，今嘛非常感谢咱的新雅来到咱这现场，感谢，谢谢。新义十足做工艺雅开创营写制品，今日台湾新雅界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谢谢，多谢啊。多谢。所以头拄啊，这个茶米，咱讲红茶、乌龙，其实只要没有糖的都可以。但是其实没有糖的应该都蛮多的啦。对啊，其实都蛮多，就是茶叶、散茶本身什么都可以。对对对对。无糖，等一下再喝一泡，啊，可以。看看那个茶叶的过程。可以。晚点，如果你们这边有酒，因为其实时间最短的会有差异的就是酒。酒